彼得後書，彼得後書第1章。我是西門彼得，耶穌基督嘅僕人老使徒。我寫信呢，本基督通過我哋嘅上帝，老救主耶穌基督嘅義，同我哋得到同樣寶貴信仰嘅人。願你哋通過認識上帝，老我哋嘅主耶穌，得到豐豐富富嘅恩典，老平安。上帝已經用其神聖嘅能力，將我哋過敬虔生活所需要嘅一切賜俾我哋咧。呢個恩賜係通過認識嘅呼召我哋來分享其自家嘅榮光，老良善嘅主來嘅。咁樣，佢將其所應許最大、老最寶貴嘅恩賜賜俾我哋，通過呢條恩賜，你哋就做得脫離世間毀滅性嘅慾望，來分享上帝嘅神性。為到呢個緣故，你哋愛親力，使你哋在信心上加上美德，美德加上知識，知識加上節制，節制加上忍耐，忍耐加上敬虔，敬虔加上愛兄弟姊妹嘅情，愛兄弟姊妹嘅情又加上錫眾人嘅心。呢條係你哋應該培養嘅德行，要越見越多，咁樣你哋就會更加有效，更加深刻認識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總係冇呢條德行嘅人，就係權勢，甚至麻木，唔記得自家往日嘅罪已經得到洗清咧。所以兄弟姊妹啊，你哋愛更加努力，使上帝嘅呼召老見證，成咗你哋永久嘅經驗。有呢條經驗，你哋就唔會跌倒。咁樣，你哋會領受充分嘅權利，如何進入我哋嘅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嘅國。所以，雖然你哋已經知了條事，也在所領受嘅真理上祈禱猜猜，我還係愛一次提醒你哋。我想，我還在世間一日，我應當常常幫助你哋記得呢條事。我哋過無祈求，我會脫離呢位腐爛嘅身體。呢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指示我嘅。我愛想盡辦法，使你哋在我離開世間以後，還會常常記得呢條事。我哋以前將有關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大能老再臨嘅事，老你哋講，並唔係根據嗰度捏造出來無影無跡嘅傳說。我哋要親眼看過佢嘅偉大，佢對阿爸上帝接受尊貴老榮光嘅事，我哋也隆重猜藏。嗰時，至高榮光嘅上帝對佢講：呢係我所寫嘅來嘅，我所歡喜嘅，我哋同佢共下在聖山登高，親耳聽到了對天堂來嘅聲音。咁樣，我哋對眾先知所宣布嘅話更加確信。你哋愛好好留意呢個話，因為佢係像一盞明燈，光照幽暗嘅所在，出到天光。到早晨頭嘅神呢，在你哋心中發出光嘅日。最重要嘅一點，你哋要記得，聖經底背嘅語言，冇一個係照自家嘅意思來解釋嘅，因為從來冇一個語言係對人嘅意思來嘅。其實係人受聖靈嘅感動，將上帝嘅話傳出來嘅。